待转区怎么回事？它这个待转区在这里，已经待转到这边的待转区了。网友看到下班时间的中孝西路中华路口有真侪机车骑士已经停到对向的车道，这个震撼的画面互网红翕来。有人讲惊会轰浪，看起来要和对向咧等红灯的汽车相拼。台北的日常是世界奇景。上下班一定的、一定会挤不进去停车格、会被挤到前面嘛，或者是挤到旁边，也会妨碍到行人有点要被撞的。对啊。实在行一撮路口，才自中华路往中孝西路的机车，拢爱伫遮台越。有一寡民众无停伫台越街内底，佮加上台越街较细，袂使停超过12台。要往中孝桥的车佮真济，上下班时间车流量真大，才会停到对向的车道。我们会办个会刊，然后邀请相关单位来提供。只要机车在路口有实施完成2段式左转的程序，通常都不予举发。这确实是伫交通要道，伫台北车站和西门町的交界，附近有真侪饭店。若是自观顶来看，这个路口虽然真大，不过车流量就算是伫离峰时间，嘛是一直会有车辆驶过。虽然警方讲袂罚钱，不过若是一直因为车流量伤大的关系，骑到白线的车道，真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相关单位恐惊爱重新来规划。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